所以哦，做歹去啊，谦逊的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毋过哦，歹谦逊嘛爱谦逊，歹讲嘛是爱讲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步不大不响啊，人不款不行啊。所以咱这看的足简单的，各位先生，你敢要相信？像这电脑内底有啥物啥物软体啥，这看的拢做好研究的，唔免偌久人去讨啊，就我8个较厉害啊！我迄感觉看迄手机啊，佫举一支手机啊，这条路有安尼，拢看挂一个手镯尔咧，喊一个手机就走出来，你敢知影？真厉害！所以这就科技啦。咱这无影无相的自古以来，自啥6150当的时阵，弘于圣人，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观鸟兽之文，尽取之声，言取之物，始作八卦。所以我伫1000几当迄阵，弘于圣人，伊就是啥，在研究世啊，在解说什么叫道啊，迄阵是叫做道，无迄阵叫做啥，叫做易经的易。所以弘于圣人讲的易，参咱讲的道是同款的。各位先生，名不同款尔，其实伊就是咧讲这他会有这个道，因为到咱这差不多2500几当的啥，老子就是《易经》的作者。所以嘛是仰观天文，看天地万物的变化，非常的奥妙啦。所以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，我毋知伊啥物名啦。所以我号一个叫做道啦。所以道就是安尼来啦。所以道就是易，易就是道。所以咱别人啦，易就是易经啦，道就是道体啦。其实伊是同款的就对啦。好，咱今仔日就是要讲这段足短啦。所以迄个啥，短短啊尔文